迎大家出席由資本雜誌舉辦資本卓越金融及銀行大獎2025頒獎典禮。我要恭賀各個嘅得獎者，亦都要恭賀同埋多謝你哋對香港金融服務業作出嘅貢獻同埋成就。當然啦，我都非常感謝資本雜誌舉辦呢一個嘅活動，從而去鼓勵我哋業界同仁精益求精嘅精神。今日資本雜誌資本卓越銀行及金融大獎2025頒獎典禮，表揚喺銀行同埋金融業中表現卓越嘅金融機構，期望喺一國兩制嘅優勢下，香港金融業繼續服務國家，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作出更大嘅貢獻。咁資本卓越銀行及金融大獎已經舉辦咗第16屆，今日係將會一共頒發10個獎項啦，為咗表揚金融機構喺過去1年所付出嘅努力同埋貢獻。